高雄卫武营附近有全台湾头一个大型艺术壁画社区。不过最近有人发现讲，这正受欢迎的大册图壁画有真侪搭拢受损，因为无确定是天灾还是人为破坏的。林雅区公所已经请社区职工加强巡查，嘛已经报警察要追查是啥人破坏。 来到卫武营遮，这幅大型壁画创作是真有名翕相拍卡景点。不过定睛看，发现壁画有真侪破空，大大小小10几个。卫武BB村是全国第一座大型艺术壁画社区。民众讲，伊进前来无看到有破空，怀疑是人为破坏。民众嘛烦恼，这敢会影响到高雄观光，认为市府要赶紧处理。嘛，当然人家破坏的。我之前我顶咧摆过来，无看到啊。咱遮拢足侪人，这属于观光景点啊。系啊，应该袂当安尼破坏啊，爱维护这种景观。有的就不拍啦，他就会换别的地方拍啦，这边可能就会那个，久了就没人要来。 这艺术代表欢迎来到阮的房间，是จาก公车站变身成做全国上大的册图，107年完成，到今已经5档，是用阿克力板彩绘。虽然区公所伫8月份就发现有破空，研判肯定是天灾，不过破空愈来愈多，区公所烦恼敢是有人破坏，伫测伊透早先报警，互伫派出所后续会扩大调查壁画破损的原因。先之后呢，阮就有甲迄个咱林雅分局福德派出所吼，伫今日下早啊嘛完成报案的定数。是遭台风、天祸或遭丢弃石头、硬物等因素造成才会亚克力板破损。目前市府会请原本创作艺术家协助，赶紧修复破空，希望今年底会当完成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